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伫出埃及记第2章，咱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有一个伫以色列历史内底真伟大的人，伊来出世。伫即个中间，咱重新搁通过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来看见摩西伊的出世，甲一般正常的人拢无啥共款。伊检查伊是伫危险的中间，对迄个埃及的公主对河内底来甲救起来。我想真侪是咱伫遮所读的，咱伫所读的册内底，常常拢会讲到有一寡伟人，有一寡特别的人，所以因生命中间所发生的事，有时我拢会想讲，遮个人是安怎会生命生活会遮特别？比如讲以前伫所读的一个故事内底，有一个人讲足诚信，所以他砍倒了一棵樱桃树以后，他当了美国总统。讲到啥物人？华盛顿。我毋知影即个人到底是对啊毋对，还是每一个伟大的人背后拢有即种真特别的故事，也是毋是？我真困难伫我的生命中间看到即种的故事，所以有可能因为安尼，我无法度去做一个伟大的人。若是伫咱过去的教科书内底，咱也读到讲有一个人伫河边，然后看到有鱼仔伫遐逆流而上，这是啥物人？这是咱的教科书内底的哦。即个是咱台湾的教科书内底字较细字啦。若我看较有的才写蒋公啦。蒋公从小就做事快不怕难，又有勇气，所以长大了能为国家做许多的事。听讲伊就对迄个逆流而上的鱼仔来得到人生很大的启示。伫遮我嘛有机会去看到逆流而上的鲑鱼，但是我无法度亲像蒋公所想的，要为着家己的国家做偌伟大的事。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讲，这鱼仔真好食哦。这个是伫迄个咱附近的公园遐，这鱼仔真好食哦，规尾红搁足贵。当鲑鱼要回流的时候，哇，迄个肉迄个内底卵，足饱的哦。所以第一个我所想到的就是，这鲑鱼当时上好食。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我也无法度去做一个伟人。但是当咱来通过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讲到伫犹太人历史上一个真重要的先知，讲到即个摩西的事，讲到即个摩西，伊出世是伫一个互人伫迄个所在，这可能即个相片安尼徛在咱边仔伤过光吼，会看无啥有。伊顶悬刻即个是迄个石板一个石板这是10条界，这是林布兰。伊所画的即个摩西画像，即个画家林布兰其实也真搞怪。画家林布兰当初时伊非常红，所以伊真侪王公贵族要来找伊来画图画迄个像。所以就有当初时的迄个王公贵族来请伊画一个画像，叫做巡守队，意思就是讲有足侪贵族因感觉因做了足好，所以爱伊画一幅图，画了会当互人感觉讲看到我的伟大甲我愿意贡献伫即个社会顶悬。无拍算，林布兰甲画了每一个人拢总无满意，因为拢无画到伊。但是林布兰伫画即个摩西的像的中间，伊却互人看见，即个摩西伊是举着即个10条界的石绑起来。这个动作足想要创啥？亲像要甲石板摔落涂骹进前的动作。我想林布兰这个画家，伊伫这个中间所描述的这个摩西，嘛毋是伫一般人伫信仰顶悬，或是亲像咱今仔日伫圣经内底所读到的这个摩西。咱今仔日伫圣经内底读到的这个摩西是，伊出世伫一个埃及王。法老王要杀希伯来囡仔的时代，所以伊的老母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保存伊的性命，互伊放水离落河的顶面在流，然后伊的姐姐伫迄个中间在甲讲。我想
像因为即段真特别无共款的历史，互摩西伫伊人生前半段第一个40年的中间，互伊有机会伫皇宫内底来过生活。所以，即个摩西伊非常了解埃及文化。即个摩西伊有读册，即个摩西伊伫当初时会当认捌所有一切法律，甚至会当徛伫法老王面前，会当真实伫迄个中间来了解一个王公贵族因所想的是啥物。但是上帝恩典不只是安尼，互伊会当伫当初时埃及王的皇宫内底来受造就。搁较重要的是，伊的细汉是甚物人甲饲大汉？既然是希伯来的老母，用希伯来的信仰，甚至互即个摩西伫伊生命中间认同伊是希伯来人。所以，当咱伫所看到的经节内底，你看到遐希伯来底相拍有冲突，伊伫迄个中间讲你的同胞。所以摩西伫迄个中间，伊心内所认同的，虽然伊住伫皇宫内底，但是伊的心内所认同的是，伊是一个希伯来人。有甚物款的人会当有遮尔好的陪伴？互伊伫生命的中间，伫两边希伯来的文化，甲对种族的认同，会当有遮尔深，佫会当伫迄个中间，互家己的老母饲大汉，保存伊原来应该有的亲情，然后佫有感情人命，然后伊佫会当伫皇宫内底读册、受造就，亲像过一个王子的生活。迄款王子的生活所讲的，毋是讲伊会当外面咧享受，所讲的是伊会当伫迄个中间受造就，伊会当伫遐来读真济的册。我想，若是通过摩西的故事，咱会当来讲一句话，讲一个成功的查某人，拢需要有无平凡的查某人。有可能对摩西来讲，伫伊生命中间，迄个真重要的查某人，可能是伊的老母，会当遮尔有信心，将伊的囡仔放水流，然后伫遐等候上帝怎样来拯救家己的囡仔。嘛有可能伫摩西的生命中间，伊一个真不凡的查某人，是亲像伊的姐姐，会当伫迄个伊还阁真软弱的中间。伫遐固守伊，帮赞伊，然后替伊设想，互伊伫迄个中间，会当伫婴儿的期间，就会当得到真好的照顾。尤其是米利暗，伫摩西后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伊所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即个米利暗甚至伫受到对敌攻击的中间，伊爱希伯来的妇人人做伙出来，用唱歌学了上帝，当作武器，来面对因当初时所要面对的敌人。摩西真辛苦，伊会当伫伊生命中间有真两个无共款的查某人，成做伊一个真好的帮助。所以啊，有真侪人伫遐咧讲，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不平凡的人。啊，若你要得到真大的成功，有诶吼爱娶较死的，像介绍娶较死的，啊，王永庆娶较死的，啊，若我娶一个，所以我的成就我都会当甲伊比。啊，若是即两个，你若来看，注意看，拢是迄个查某人徛伫头前。迄个查某人动作拢较紧，会避免足侪物件，这嘛是我真欣赏的。咱检采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有一个无共款的查某人，诚做咱的帮助。咱伫迄个中间，怎样去忍受，怎样去感谢上帝？有一个牧师叫做张子祥，
伊伫所写的诗内底，伊写着讲，这是伫迄个米利暗尼罗河畔这首诗内底所写出来其中的一句，伊讲，他听见你哭声了，摩西从水里拉出来的摩西。这个查某人听到这个人哀哭的声，所以迄个中间来讲，已经听到摩西，迄个对水内底游出来的摩西。可能伫咱的生命中间嘛是安尼，所以我进前捌讲到，讲我迄阵去到菲律宾，我看到讲因天主教的信仰真特别。伫咱的信仰内底，咱会讲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神，但是伫菲律宾的中间，因伫厝内底所拜迄个真济人所拜是玛利亚，所以我会感觉足奇怪，是安那你毋是拜耶稣，你毋是敬拜至上的天父上帝，你是拜迄个玛利亚，结果因互阮的答案就是，因为耶稣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老母，耶稣会听玛利亚的话。无你去读圣经，甲水变做酒的就是玛利亚叫伊做。所以假使要去找耶稣，歹势讲，佮惊耶稣受气，因为咱的罪受重，所以先甲玛利亚讲，玛利亚有慈悲、有仁爱，会较疼，用妈妈老母的心情来款待伊的囝一样，然后才请玛利亚甲耶稣讲。我想这嘛是一种伫女性内底温柔。所互人得到的一个真好，互人感觉真温暖。我想真侪人可能甲我同款，若有啥物代志要转去甲爸爸妈妈讲，第一个拢先甲妈妈讲，袂去先甲爸爸讲。若先去甲爸爸讲，讲一个袂合，就两个就要拍起来若先甲妈妈讲，妈妈佫会想一下，看要安怎来甲爸爸讲。我想。真侪时，咱所学习、所拄着内底生活的经验内底，是亲像一款。今仔日，当咱伫遮看即个故事的时，毋通轻看女性伫上帝救恩内底的重要性，甲伊困难；毋通轻看女性伫上帝救恩内底的重要性，甲伊困难。但是伫即个中间，咱会发现一件真特别的事，就是当上帝使用摩西来竞选摩西，来诚做拯救以色列百姓，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中间，咱会当看到摩西其实伊伫即个故事的背后，伊有真济苦转，伊感觉伊无熬过回，伊感觉伊有真济的抗争。伊感觉伊伫即个中间有真济无法度，互伊伫遮来真好来面对世间人，尤其是伫咱所读的圣经节内底，当咱读到11章，伫遮伊讲到摩西已经忠诚，伊出去到伊的兄弟遐，伊伫伊兄弟的面前无法度完全得到接纳，甚至伫咱今仔日所无读的经节，但是伫第2章16节开始，伊因为拍死伊家己的兄弟，所以即个摩西嘛爱开始走路。伊走去佗？伊走去米甸，找到一个米甸的祭司。然后摩西伫迄个中间带到米甸祭司的查某囝。但是伫即个故事，伫咱一开始来读出来记第2章的时，第一句第一节伊讲到，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带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囡仔。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看见伊是清秀的囡仔，就劝伊3月1句，一个就是摩西。所以摩西伊是伫啥物所在出世的？伊是利未族内底出世的。伊是一个伫上帝面前应该是独服侍上帝的迄个12支派内底其中的一个。所以伫即个中间，互人看见。即个摩西，伊敢是就是出世来服侍上帝吗？但是到伫第2章16节，伊因为甲伊同胞的争执，拍死另外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伊走去米甸，
后来去娶着美丽的查某囡仔。有时咱伫即个中间，咱嘛会问上帝啊，你竞选人的定义伫对？你竞选人的标准伫对？你到底是竞选什么人来成做我的家后？含拄仔听到志娟咧带我的时，讲到有一个人足袂下面3摆，我毋知影迄个人敢是我，但是我想想的吼，伊若下面我应该不止3摆，伊下面我绝对超过3摆，至少3倍以上。我需要伊下面的所在读者。我想人竞选人有人家己的标准，咱会当理解。我若要竞补，我绝对要一个悬160几公分，甲我差不多的，头毛爱遮长，还一个有香味的，然后温柔，然后会当有足水，会当有足济无共款的才艺。人会当有人家己的标准。人会当理解，若是查某人要拣查甫人，前几工看到一个影片，讲到伫中国遐一个女性，一个相亲联谊会内底，遮个查某囡仔要来拣查甫的条件，第一个要入去即个相亲联谊会俱乐部内底要相亲的条件，查甫的至少爱有5000万。5000万的人民币。若是遮个查囡仔咧竞问讲，你的标准是啥？伊讲大概爱有1亿吧，有1亿我才有安全感。要嫁才有安全感。人要定家己的标准真容易，你会当定你的，我会当定我的，用你所欢喜，用我所爱的来定人竞选人的标准。然后咱会当理解，因为人在竞标准的中间，拢有伊一个原因甲理由。但是有时伫上帝面前，咱咧看上帝在竞选人，有时真互人真好理解。是安那你会竞一个摩西？阿伦敢无解过？阿伦较贤讲话啊，摩西讲话吐一步吐袂去。所以伊甲上帝讲，我毋是一个会讲话的人，你去找阿伦，你去找别人。是上帝互人的标准真特别。假使伊若是竞选一个摩西做先知，伊竞选摩西诚做以色列百姓中间一个真重要的角色，你才会互伊去娶一个外邦人的查某囝。是安那你会用即种的安排？假使你若真正看重摩西即个人，敢毋是用人所欢喜会当尊谈的方式，互摩西自然而然来成做伫即个国族民族内底一个互人有地位、有身份，然后大家服伊的人，毋是一个当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大家较开始咧熟悉伊的人。上帝啊，你竞选人的标准到底伫倒？若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假使以色列百姓是上帝所竞选的民族，是安怎阁互即个民族，伫雅各以后去到埃及350年的时间，互摩西出世；430年的时间，互因出埃及。当雅各去到埃及地时，去的人拢总70个，但是当因要离开的时，因的人数已经诚做亲像一个国家的人数。我想伫即个400年中间有真侪真大的变化。假使你若要使用摩西，是安怎你互伊种40年尊贵亲像王子，然后第2个40年，既然是伫旷野内底雇羊，互伊十字架。伊无法度举起伊的头面对伊的同胞。上帝竞选人的标准到底伫倒？但是咱若用另外一个角度倒来看，伊听见你吼的声，
即个摩西是对水内底救出来的。即个摩西伊所有的成就，伊一生所行过的，若毋是摩西，无人有才调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救。因为无任何一个人伫伊生命中间，无任何一个希伯来人伫伊生命的中间，会当面对法老王面对面来讲话，拄我干那摩西。因为伊40年之久，伊伫皇宫内底过生活，伊捌字，伊捌律法，伊知影伫法老王内底是安怎想、安怎行、安怎做。但是假使上帝爱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即个领袖需要有旷野行路的经验。除去摩西以外，你无法度同齐找到即两个条件，拢会当得到满足的。伊捌字，捌做过皇宫内底王子，然后伊也会当伫旷野过羊有40年之久。伊两边的经验拢有40年，所以当上帝爱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摩西已经80岁。即个对水内底救起来的摩西，毋是一个简单的日子。伊的无简单，毋是因为伊不平凡的人生背后有偌尔济不平凡的故事。上界重要的是，即个摩西的无简单，是因为伊顺服伫上帝伫伊生命中间的安排甲带领，伫皇宫做王子，伫旷野去讲，伊拢伫迄个中间顺服来过。一直到伫伊人生第3阶段，爱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埃及的时，伫伊真侪无甘愿的中间，伊犹原顺服安尼做。亲爱兄弟，咱来注意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伫上帝的面前拢是受拣选的。今仔日你一生所行过的，无论是70岁、80岁，有的人已经90岁，就是亲像我人生行差不多一半，就是亲像咱中间的囡仔，伫你生命中间所拄着的每一件代志，拢是上帝所定着的。上帝拢知，无论你介意你无介意，迄拢是咱的路。咱毋知影上帝是安怎要互咱经历这，咱毋知影咱是安怎人生要有即款的经历，人生要有即款的历史。有时咱有真侪好的物件，值得咱感谢上帝。总是有可能咱嘛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怨叹上帝啊！假使你若听我，是安怎互我拄着即款的事？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想，今仔日无论即个上帝还是无即个上帝，咱人生所行过的路，拢有可能是遮尔咧重担。但是当咱成做上帝所拣选的迄个人的时，人生重担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好甲歹的经验，拢成做上帝要使用咱的器皿。意思就是，今仔日上帝去使用一个经历着人生无共丰富的人，来成就上帝国度的美好。你生命的经历，真困难找到另外一个人甲你一模一样。所以你所有的经历，有可能上帝是伫即个中间特别美办的。咱的教会嘛是，咱的教会顶礼拜咱咧食庆祝11周年。设立同会11周年的纪念歌的时，我毋知影你敢有食着。伫即个教会内底，你参与着几摆，你参与着几年。总是无论你是长是久，你是一开始伫即个教会设立的时，你就在伫即个所在，还是你甲我共款，最近2、3年才来到伫即个所在。今仔日当咱来看即间教会的时，咱所看到的是上帝啊！你爱我伫即间教会内底会做啥？人的价值不在于故事，人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咱人生你所相信的信仰。
今仔日摩西受上帝拣选，毋是在伫伊的故事有偌尔的特别。今仔日摩西是受上帝拣选，是在伫摩西伫伊一世人内底，伊所相信的信用到底在哪里？假使即个摩西无互上帝来使用，无顺服伫上帝伫伊早前做王子的学习，也是伫旷野内底、故乡内底的着磨，以及人生的实质，甚至爱到伫人生第3阶段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假使伊拢无相信这是上帝伫伊生命中间所定着甲安排，摩西即个人一点仔价值都无。今仔日你甲我也同款，咱免怨叹伫咱人生所行过，到底拄着啥物货是值得感谢，以及啥物货艰苦流目屎。但是假使咱若相信伫咱人生所经过每一段路，拢是上帝美好的安排时，咱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咱就有价值。当咱愿意看咱家己是受上帝所拣选的。咱所经历过的事，是上帝伫即个中间会定着甲安排的事，咱就会发现，人生毋是用咱做中心，是用上帝做中心。咱就会发现，当用上帝做中心，看咱家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的时，伫咱生命中间无啥物会放袂落来，伫咱生命中间无啥物会袂当原谅。伫咱生命中间，无啥物话是永远的痛苦，甲永远的目屎。伫咱生命中间，伫咱伫上帝面前，咱所经历过每一项事，拢会当诚做有价值。我最近平心搁咧看咱教会小妹体育，检采就是伫咧中间，互人看见真侪艰苦伤心的事。检采真侪是，互人看见讲，上帝啊，是安那你成就你的国度，无照着这真意爱、真愿意奉侍的人，真愿意伫你的面前贡献的人，照因所爱去做的来成就。我有法度回答，因为我毋是上帝，我毋知影伊伫咱中间所有的旨意到底是啥物，但是我所知的只有。当人愿意顺服伫上帝的意思内底时，看上帝比咱家己所做的搁较重要的事，真侪事咱才放袂落去。我想今仔日对咱教会来讲是一个真重大的突破。伫今仔日进前以后，真侪人敬过我，牧师你上好嘛？是今仔日咱伫人的中间无求赦免，无咱要求赦免。有人甲我讲，牧师，你若想要伫即个教会继续学会，有真侪代志你茫做。但是我只有伫即个中间，要甲咱大家做伙来想一项事。假使咱若爱上帝的听，继续伫咱的中间，有真侪事咱一定爱做。假使咱只有看重咱家己，有真侪事上帝三听的神无法度临在伫咱。假使咱伫咱生命中间无法度将咱所怨恨的事放下，有真侪是过袂过、行袂落去的，是咱家己。今仔日我要伫即个中间，甲咱做伙来提醒，咱是受上帝拣选的人。伊背后的意思是，上帝拣选的人，上帝绝对负责。上帝所拣选的人，伊绝对伫即个中间听到落尾。上帝所拣选的人，伊绝对无要气杀伊，放伊落木受，总是伫拣选的背后，决断有搁较大的旨意以及应允。要成就伫即个中间，愿咱伫即个中间，咱做伙来学习，咱拢是受上帝所拣选的人。
即个竞选的背后，上帝伫较负责。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祈祷，因为阮常常用阮家己的想法来竞选阮家己，来做特别的事。阮看阮家己有特别的才能，阮看阮家己有特别的本事，阮看阮家己有需要担起来、承担起来的责任。阮看阮家己有阮家己放袂落的责任。主啊，总是当阮竞选阮家己来做遮个事的时，阮家己爱负责。阮恳求你伫即个中间，搁一摆赦免阮，互阮重新放下阮的心，互阮本来对阮竞选阮家己来成就遮个事来改换阮的心智，来成做上帝啊！求你竞选阮来成就遮个事。当阮想到上帝你来竞选的时，上帝你负责。当阮伫受你竞选，但是阮做了无够的时，上帝你赦免。当阮伫阮所行的路顶悬有失错的时，有得罪人的时，有辜负人的时，上帝啊，求你帮助阮。主，阮感谢你。当阮无法度伫阮生命中间面对阮的上帝的时，你因为疼来到世间，为阮出世，定心日是家庭。但阮知你是家庭所留的宝血，要赦免阮所有一切的罪，救阮脱离阮目前所拄着的困境，亲像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离开因哀哭痛苦的所在。主，阮就恳求你，你也将阮的心带离阮受苦的所在，总是互阮搁一摆转来到伫受苦的所在，互阮所徛起的所在，成做祝福的所在。主啊，你伫阮的中间做王，求你掌管，求你赦免伫阮中间所有一切，阮用人的意思来成就的。总是求你，互阮搁一摆通靠主你得胜的名，伫阮跋倒的所在重新徛起来。主，求你施恩帮助阮的教会，不只是成做一个正人意爱来的教会，也成做上帝你赦免人的教会，赦免阮的不义，赦免阮的受气。赦免阮的个性，赦免阮有真侪得罪人的事。主，求你施恩伫阮的教会中间，互阮看见你的赦免，带来阮人生另外一个阶段头前跑走的开始。主，当阮的教会歹着过去真侪辜负。歹着过去真侪人情典故的角，歹着真侪阮无法度担会起的责备的事，主，阮无法度头前来跑走。阮只有恳求你，赦免阮即间教会内底所有一切的人。阮将阮心内痛疼的，要摆咧伫你的面前。无论是阮甲兄弟姊妹之间有啥物款的得罪，无论阮甲牧者之间有啥物款的得罪，无论阮甲 Brentwood Church 有啥物款的无好势，主啊，求你赦免阮，亲像早前。你找见主耶稣，你家己定心是价顶，
赦免世间人。主，阮恳求你，愿你赦免的心临到伫阮的中间，重新搁一摆将阮对阮人生的苦海中间救阮出来，亲像你救摩西离开尼罗河，亲像你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主，我要将阮头前所要跑走的路的欲望，搁一摆摆咧伫你的手中，互阮伫即个中间恳求赦免，互阮得到重新开始，互阮伫即个中间重新来见证你伫阮即群人的中间所施落的恩典甲阻碍有偌尔的济。阮看见过去的痛痛，总是阮确信你也要搁一摆，伫即个中间，互阮看见你的拯救。主，求你互阮伫即个所在，诚做赦免人、赦免阮家己的所在。求你互阮伫即个所在摆咧的祈祷，是为着阮的兄弟，为着阮的姊妹来祈祷。主，愿你伫阮的中间，搁一摆来摆咧你的应允，互阮伫乱世、伫毋捌上帝的世代中间，来看见上帝你所竞选的人，要用你的义徛在你正人的面前。愿你伫阮的中间，搁一摆做好。愿你掌管阮每一个人的心内，愿阮伫赦免的心，通搁有机会，亲像鹰鸟提醒，走也无赢，行也无胜。安尼祈祷、感恩、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